后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决定要征调到前立委蔡碧如来参选到台中第1选区的立委，要来挑战到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。国民党伫这区一直拢还未提名，加上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参选人颜宽恒，早嘛代表伊的老爸颜清标来接待到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，嘛引发到外界的猜测。这个台中第1选区，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有可能会来合作呢？郭文哲讲，上重要的是爱互台湾选出到上好的人才。朱立伦是讲，党甲党之间会保持沟通，无排除任何的方式甲任何的可能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参拜大甲镇南宫，接落车国民党前立委颜宽恒随过界握手，代表因老爸颜清标界致接。宽宏上困难的时阵，迄当阵柯爸爸、柯妈妈伸出了援手，在我雪中送炭。今仔日柯批伊要来大家骂镇南宫参拜，人之常情，非常的自然。徛到阵的唔那颜宽恒，前立委蔡碧如嘛专程甲郭文哲对调调，因为讲一讲，民众党决定征调蔡碧如参选台中第1选区立委，挑战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。个人要努力，要准备的就该准备，团结可团结的一切的力量，跟我们理念相同的，也愿意来推动，让这个整个国家如何变好的人，我想都可以团结在一起。台中第1选区，大家拢感觉青色的票仓大过蓝色的票仓。蔡碧如红定调了后，有留讲到要安怎拍赢这场选战。中台湾没有人敢说他一定会赢，他最害怕的就是一场有戏的选举，最害怕的就是看到大家一起来看戏。事实上，他最害怕被看见。不过国民党感觉台中第1选区真歹选，立委参选前拢还未提名，今蔡碧如会代表民众党出战，加上要替拿赢个战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颜宽恒和郭文哲徛到阵，会互人去想到拿白定赢，敢会伫咧中台湾合作。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什么蓝白合啦、绿白合，最重要是帮台湾选出最好的人才。未来我们党跟党之间会保持联系。沟通我们不排除任何的方式、任何的可能，民进党下架，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朱立伦嘛强调，为了达到政党轮替目标，为立委选区用无提名策略和非立定赢合作，嘛讲在参选前接受别个定赢助选，或者是甲其他参选前徛台小棒判，若是党中央同意，安尼就来做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